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为着要避免着不肖的业者甲消费者共攀啊，台中市政府出手了，消费者保护自治条例正式来生效，就是会到有争议的店家起来打单啊，来打消费警讯。像这个丰原的庙东有一间美容店，啊西屯有一间交朋友的联谊公司，不时都咧发生着消费的纠纷，已经被列为观察名单。法治局讲，这两间店若果违反着消保法，就会到店家的门口打单来提醒着消费者。老店员伫顶下卡游客推销，台中丰原区这间美容店因为强力推销美容的课程，去互真侪位消费者投诉。我没有那么多钱，然后他们就说啊，你可以那个分期付款啊。那这间美容店，也有这间交朋友的联谊公司嘛，充满争议。有消费者伫迪卡顶关写冤册文章，结果几位被害者拢对来出声。针对安尼纠纷，消费者通常敢会当去找消保会，验过即摆台中市府出手咯。但是这场消费警讯，若是业者用无正当的手法，向民众开钱买产品或者是课程，店家都可能会互警告。未来针对违反消保法规，而且这个业者的消费案件争议显著增加，命其改善又不改善，我们台中市政府将在其营业处所张贴消费警讯公告。警讯除了公布店家资讯，卖记录违反消保法的事项。主编讲，消费申诉争议案件明显增加，无处理好势，广告卖伫明显的所在打30天，店家袂当家己了掉，或者是用物件甲炸咧，若无就会罚3万到10万块。我觉得这个对民众是一个很好的参考指标。看到那个警语或那个标语的话，就会比较谨慎。民众大部分拢支持，而且认同安尼做法。台中市府表示，目前丰原的美容店甲西屯区这间交朋友的联谊公司，两间消费纠纷白头名的业者，拢已经被列为观察的名单。若是个违反消保法，对到店家门口打消费警讯的公告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